金马雅典对2019年开始甲书法院合作推出书法雅典，这届也有6出电影，这包含着儿童问题、性暴力的议题，希望观众会当了解到书法制度甲社会价值观。好像所有事情都有一条线，我跨过去就是故意的。 发生伫夜车内底随机杀人事件，该死的阿修罗这出表面上是以杀人事件做主题的电影，实际牵涉到教育、媒体等等的问题，范围是真宽。日选2021书法雅典参展电影，牵扯到包括了可能青少年的教育的家管的这些问题，媒体报道的这个分际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可能跟法律扯上关系。对我来讲，更平等的一个观点去看待这整个的事件，那它自然而然就会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就是交集。书法院今年是第3摆甲金马雅典执行委员会合作办理书法雅典，希望透过电影的放送，会当让民众认捌到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法律议题，有近民众甲书法的距离。那么我们的法律人也透过这一个司法的延展，也更能够了解一般人民呢，他对这个法律的这一个了解，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有助于司法的判决能够更精确，不至于说呢离这一个社会多数民众的法律的感情太远。书法雅典选出6出电影，伫台北金马雅典的最高法单元播出，卖伫中南部放送。部分场处有法律人士的座谈会，带领民众认捌到电影当中的议题，也予观众提出家己的想法，做伙讨论。记者郭宝条随台北报道。